接管长度有将近有560公里了哈。那整个在用户接管率方面哈，在99年合并的时候才8.8%。那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哈，已经我们到今年已经达到28.49%了。台北跟高雄它是非常早就开始做这个下水道的工程，那我们是从县市合并以后才开始努力的在做啊。那市长上任以后啊，已经投入了将近105亿元的一个经费了哈。那整个进度啊，也因为在市长的努力的催促之下，我们一年以1.5%到2%的一个进度啊，在这拼命的追赶啊。那这个工程虽然看不到，但是非常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因为整个污水系统要是没有建立起来，我们家里的污水啊就会排放到沟渠里面，那就会产生恶臭，然后影响到环境。这里是永康永康水资源回收中心的一个用户接管啊。那我们这里今天呢总共有2个标，这2个工程加起来有将近7亿。那这2个工程完成以后呢，可以增加这个我们的一个用户接管率啊，差不多可以达到0.9%了啊，可以达到0.9%。那接管路也差不多可以增加差不多6800户左右。迄个水资源再生再利用，这做个真实。当然，时间当中社区会造成噪音啊，或者是交通安全的问题。那咱一种也克服。当然需要我到协助的，我嘛会当来，让一种再协助啊，一种较克服。还是我早讲的一句话啦，痛苦会过去，美丽会留下。你整顿好的那个地方环境会整很漂亮。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那通常我们的污水下水道，也就是俗称的卫生下水道工程，是先有干管工程，干管工程做好了以后，那中间在这个支管工程、分支管工程做了以后，再连接到民众的家户，叫做接管工程。现在永康这2个部分已经是到了接管工程，接管完成之后，可以增加永康的污水下水道的普及率7.8个百分点。那也可以增加整个台南市的污水下水道普及率0.93个百分点，所以说是对于地方的帮助非常大。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应该要有污水下水道，才避免河川污染，避免臭味横生，避免每天水肥车在城市内到处跑。所以呢，我们特别着重这个污水下水道的工程。那现在台南污水下水道的接管率在6都里面也从2019年的第6名，现在已经变成了第4名，所以往前挺进了2名。可见我们市府团队同仁，大家都非常用心，议会也都支持。虽然这是一个地下的工程，是看不到的工程，但市民朋友肯定，议会才可能支持。未来台南市将城市更为整洁，然后这个河川减少污染，这个污水回收之后可以成为再生水，再生水的供应也会更稳定。那也希望说这个工程能够顺利，大家能够平安。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5月28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这届立法院国会一款刑事法条文的表决，造成朝野冲突，佮引发民众上街头。在台南市会市政总质询当中，议员李宗霖在议法案当中规定官员袂当反质询，袂当虚假回应，来考试市长黄伟哲。回答无要立国，另来要做好做满是虚假，爱被追诉刑事责任。议员李宗霖以进前陈坤和甲林彦竹的质询为例，来比如即摆立法院国会这款法的争议，也是规定官员不得反质询，有虚假无依照事实回应的，将被追诉刑事责任等条文。议员认为根本是扩大权力，乃是改革。会中雄雄问市长到想要立国，黄伟哲回应，才予议员认定是虚假。我问你，你有要入阁吗？没有。真的吗？没有啊。你有想要入阁吗？没有啊。虚伪陈述。真的吗？议员当完市长不入阁吗？议员猜不透我的心。哦，这样子哦。因为我已经讲说要做好做满了。面对国会这款法当中，新增加表示国会处罚，除了规定官员袂当反质询，违反规定将处罚金，并在野过半的多数来抽参表决。落予议员认为离谱，质疑以后官员比犯人的地位更加不如。
其实是比犯人还要不如的这个状况啦。所以呢，我们希望我们今天的国家我们国家发生了这么重大的事情，如果上梁不正下梁歪，到我们的地方政府的地方市议会，如果也都这样干，藐视议会的话，那到底是谁还想要来当官？来当官的是一挂阿萨布鲁维朗啦。所以呢，应该要停止的粗暴表决，然后法案全面退回过去在国民大会末代国民大会的时候，他也自己通过了一个就是延任1年半，能够这个所谓的让宪政顺利过渡的这个部分。结果呢？即便在国民大会通过这样的一个修宪提案，结果事实上民众不买单，在各地民众风起云涌造成最后国民大会自己收回这样的一个提案。所以说我觉得，就算今天也好，或者礼拜五或者任何时候通过这样的一个国会滥权的这个法案，不仅是扩权，而且是滥权的国会法案，这称不上国会改革，而且终必民众的民意会群起而让这些通过的国会议员，事实上得到他们民众的反对。即阵的同时，立法院继续表决国会这款法，同时公民团体嘛持续号召民众上街头抗议。究竟该法案敢会3度过关，值得全民关心。台南新闻军籍张硕维采访报道。议员郑之杰市政总集选针对全南里的旧城墙、南山公墓、甲小巨蛋的开发定案，呼吁市府珍惜传统古迹，到加速都市发展，千万唔通因为文化资产的审议来造成都市发展的阻碍。议员郑之杰以珍惜传统古迹心情，先以东区全南里这片城墙的管理维护权责不明为例，以及南山公墓的开发卡伫文化资产审议，不止古迹无修复好势，嘛长期影响都市发展。除了互议员心酸，嘛强烈要求市府爱加速整体规划。不要让这个城门这样几百年下来的一个城墙，那就荒废在那边，那感觉真的很像是一块空地其实如果不是黄线去拉起来，前阵子还有人在那个城门那边堆放垃圾，其实真的很心酸所以本席还是希望我们市政府还有文化局要尽快协助来维护这些古迹因为文字调查的部分，咱讲这前几年法令内底较优先处理嘛，所以部分咱嘛唔爱讲去开发地区，伊有违反第一文字调查，咱嘛无爱安尼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要有一个共识参照南山公墓开发敢若遥遥无期的困境，议员强调，也有小巨蛋开发，对800詹顺良林内已经争取到达超过20档，希望市长现在所规划运动艺文休闲园区，唔通个变成千年皮蛋。赖总统时任我们台南市长，2010年的时候有一个小巨蛋，后来变皮蛋也搁置到现在，那里现在还是一块空地到了我们2018年，我们的赖总统那时候是时任行政院长的时候呢，说过国立科学教育体验未来馆要在那边。那时候选举的时候也有提过这个传言那再来，现在我们的很多第一名的我们的这个市长呢，有提到说，要让它成为运动的艺文休闲园区市长，你有没有什么要来补充说明的？跟您报告，现在这个您刚刚提到运动艺文园区、休闲园区已经是在招商中，在 BOT， 而且已经有这个潜在厂商，所以我相信这个孵出来的机会是很大的。台南市文化古都嘛，因为古迹升级，所以议员以珍惜传统到展望未来，希望文化资产唔通成为都市发展的阻碍，而是持续发展观光的助力。台南新闻军籍张硕维采访报道。虽然之前警察局拢宣传讲台南市打击诈骗成效是全国第一，不过议员陈义珍伫个总质询，却是提出另外一份统计，表明台南市的侦破率是6都上界低，而且案件阁是3倍成长的比例，让伊非常的烦恼。到底应该安怎配合新政府，阻挡假消息甲严重的诈骗？
面临介绍是散播严重加诈骗长秋，议员陈义丁表示，虽然台南一直号称打诈全国第一，不过根据资料显示，不管是侦破比率，台南是6度上低，连案件成功率嘛高达3倍多，互市民一无小心的被骗，究竟如何主动要求市府提出对策？我们是打诈全国第一，但对民众来讲还是觉得诈骗很严重啊。那我们也看到说，以数字来讲台南市近2年的诈欺案件破获率是6都最低哦。111年前年是96.2%，到了去年是87.2%，我们的破获率还退步了哈。那再看下一页我们的诈欺案件成长倍数从100年到112年。台北0.8倍，新北1.2倍，桃园1.5倍，台中1.4倍，高雄0.7倍。我们台南这个成长倍数3.1倍，是翻倍的成长。所以在破获率在6都比较低的情况之下，的案件成长数比较高的情况之下，民众还是普遍观感上觉得我们台南的诈骗还是非常严重。我们有什么对策啊，局长？我想这些数据来讲因为我们如果从165的数据来看。其实台南市是6都最低的，但这各种原因我们就不方便再说太多了当然，在整个主诈来讲，我们第一个是首重宣导，宣导之后就希望说，所有的民众，我们是尽量把这些没有宣导到的民众把它捞出来，这也是我们潜在的一些被害人呢，非常多了，我们一直希望我们的预防科跟刑大合作。去把这些相关的被害人捞出来。而针对最近有艺人在节目当中分享开车无拍方向灯被开单，后来发现是诈骗的影片，对此嘛，呼议员提出关心，究竟敢是假消息？会中警察局长回应，虽然刑事局目前也无接到律师的申诉，有可能是戏剧的效果。不过市长则讲理论上会，不过实际上也需要观察，当然小心，搁再查证是好。机器扫一扫，那是好，那个习惯是好，但是那个是不是因为这样子就会汇得进去？尤其是小额的，我不敢讲。既然防制假消息、加反诈骗已经是全面的共识，嘛是新政府上任宣誓打击的重点，民众家己一定要先提高警觉。台南新闻顾问局张硕维采访报道。成功大学举办第1届成功台语歌听秀，分做口语组甲歌唱组，鼓励学生透过台语进行多元的创作。将上介好的形态表演出来，嘛借着比赛分享台语之美。甲早期台湾社会媒体形式展现出来，也搁含台下观众做互动。这是成功大学第1摆办的台语选秀，规场用台语口说，相当趣味。内底有包括这个电台啊、歌戏、布袋戏的成分伫内底，伊嘛会使透过这个机会，互搁较侪少年的人会使去参与这个活动而且嘛当愿意来开喙讲台语安尼。活动内底看到真侪少年人、学生囡仔用因台语来表演，来发挥因的创意。来做出无共款的表演，伊一定有开足侪时间去练习。有看到内底有看到有人咧唱歌，有人就是表演，佮传足侪道具。无共科系学生组成17支队伍比赛拼关家，透过表演空歌唱的方式来传承台语这个优美的语言。主办单位嘛邀请京剧歌王谢明佑等演艺界专家担任评审，看会出来校方对这场比赛的重视。比赛会引起大家去学嘛，比如摇奖金，还有奖牌，也是有做新闻，对即摆囡仔来讲，会希望听到。伊就想要去学，希望讲会当互新台学生开喙来讲台语，而且会当用台语来表达因的创意。成功大学中南部学生比例超过43%，去年启动成功台语计划，互学生的台语更加生活化。就参照是后来流传的一句话：成功人成功台语，台语一定会成功。台南新闻所会采访报道。嘉义高中流行复习课伫校内举办毕业成果展，学生伫神灯台顶面展现复习设计甲制作的专业。
运用缤纷的色彩甲创意造型，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响应。到底有偌尼精彩呢？做回来看卖。不管是复杂做工的白色婚纱，还是小丑风格，到甜美系列的服装，这群学生都能驾驭。佳琪高中流行服饰科113级毕业展以余烬为主题，学生不仅用专业的标准呈现作品，更担任模特儿展现制作成果。余焰未尽的火，它其实也有比较属于光明的意思。那我们高中生活即将结束的时候，其实这个主题也代表着说是另外一个新的开始。我们是大概是以暗黑风为主，然后有一些折纸，蛮多折纸的，然后或者是有一些搓布的部分，然后还有很多串珠啦什么的。为了这场毕业成果展，学生们在事前投入充足的准备，包含款式设计、打版、裁剪、配件设计等等。其中应届毕业生曾伟胜是这届流行服饰科唯一的男生，与同组伙伴合作无间，发挥设计创意，营造伊甸花园的清新风格。我是设计一个无袖的西装，对，然后再去加上我们大家共同的元素，就是用毛线去打最近流行的 tafting。服装不只是像之前一样局限在家政群，我觉得就是也非常适合大家来学习。那我觉得这个实在是一个令人感到非常惊喜的成果。那另外的话呢，就是有鉴于在最近的一些少子化的浪潮，那我们在2年前我们的流行服饰科也开始了，就是我们有2个特招班，一个是原来服饰科的特招班，那第2个呢就是整体造型的特招班。佳琪高中致力培育服装设计造型领域人才，每年透过成果展都能看到佳琪多元融合的校园文化。值得一提的是，有2名应届毕业生萧廷安与林燕安是服装设计与服装制作的金手奖得主，因获国教署公费补助，前往日本培训，无法登台，因此作品由他人代为走秀，不留遗憾。记者杨淑怀台南报道。基隆第一座天幕公园正式启用，地点就伫暖暖运动公园内面。不少饲主带着因的毛小孩，抢先来开箱体验。市长谢国良甲议长童子伟表示，打造友善的天幕环境，府会将会做伙努力。在主人引导下，狗狗开心在草皮上奔跑。还有的毛小孩太过舒服，直接在地上不想起来。这是基隆市政府设置的首座宠物公园，就位在暖暖运动公园内，9号正式启用。基隆第一次有宠物公园，蛮开心的。你刚刚看他有没有玩得很开心？有啊，你看他都翻肚了，你看他都翻肚。在外面其实有时候人会伤动物嘛，那动物也有时候不小心伤人，可是这里应该都是充满了爱。对，狗狗在草地上奔跑啊，本来就对它们膝关节比较好啊，所以而且让它们多多跑步也是对狗身体很好的一件事情，可以让它们放电多多发泄。饲主们迫不及待带着毛小孩进入园区，仔细看首座的宠物公园设有大狗区和小狗区，里面还有互动设备，让饲主们相当开心。3、2、1，请启用。首座的宠物公园启用仪式上，市长谢国良、议长童子伟及动保团体、爱狗人士共同开箱体验。基隆是第一座的宠物公园，那设置的也非常的完善。那我们未来希望有第2座、第3座都要开始来规划进行。那议员过去来给我们很好一些地点上的建议，所以我们也会评估这些地点。那另外除了室外的以外某一些室内的空间我们也会考虑所以室外室内兼具，从孩子到毛小孩，其实都是我们未来要推动施政的重点。总之，对于毛小孩，我们会看待他像孩子一样，然后打造好的空间。
想这是基隆市这个宠物这个权益、动物权益的一个大的进步指标哈。那我们一个先进城市，现在毛小孩、毛家庭、毛市民都非常的多，所以我们第一座宠物公园，我想建置在暖暖是一个非常好的地点。当然还有第一次嘛，所以有很多可以改善的空间。譬如说，我们的家长需要有一个这个阳光遮蔽的一个休息区哈，我想慢慢来。那我们希望未来在这个各区，包含这个八斗子、碧沙渔港，还是我们中正公园，甚至这个外木山都有这个宠物公园的设置哈。那大狗区、小狗区，我想我们可以继续来努力。基隆首座宠物公园完工启用，出席典礼的议员们，除了继续争取其他区设置宠物公园之外，也对于市政府提出了建议。上礼拜来开箱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有发现说，其实游具上面其实略显大概比较单调了哈。那其实很多毛妈们也希望说，可以在游具上面可以来做增色，这是后面我们会来建议市政府的。那刚才其实现场我们来到现场之后，有很多这个毛爸毛妈们也是有在反映说，因为这个地方其实是算是相当空旷，然后可以让狗狗奔跑得很开心，但是它没有一个让饲主有一个可以遮阳的地方，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我们之后会建议这个我们产发处跟我们体育场的同仁看有没有机会来设置一个简易的休息区。我想非常开心，我们千呼万盼的这个动物宠物公园终于在基隆市第一座的落成。那当然第一次来完成的这件事情，我想在我们看到的，当然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那我们也希望，好比说，在这个遮阴遮阳的部分，好，我想这个，我们市政府还要再加点油，再用点心，看旁边是要再种一些绿色的植物、大树，然后可以遮阴，或者是再做一些的可以遮雨或者是遮太阳的地方。我想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来努力的。当然，我们公园，尤其是这个狗狗的公园它的规模跟空间其实相对来说，在大台北地区来说，还是属于比较袖珍所以我们当然希望说，在我们暖暖之外，我们在基隆的其他的区域包含我们的大武仑森林运动公园第2期也希望能够有我们更多的这样子的宠物公园，让我们基隆其实宠物公园的功能其实相当的重要，它就是在有养狗狗的人都知道狗狗其实是需要空间去奔跑去玩耍，那这也是它的天性，它天性就是需要这些空间来去让他们这个跑跑跳跳也要请市政府能够定期的除草跟消毒，以确保宠物的健康跟安全。然后第3，也要请饲主彼此约束自己的这个毛小孩然后不要让他们发生危险然后随手把他们的排泄物能够顺利带走。那第4个就是说，建议市政府能够在宠物公园附近然后弄一些遮阴的地方，让我们饲主能够带毛小孩来的时候能够适度的休息。对很多饲主来说，宠物就像家人，基隆市政府打造友善的宠物环境，让他们得到完整的照顾。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最近路过高雄真定渔港的民众，相信拢会被渔民中心头前规排真水的彩绘处所吸引。因为新的真定渔港将要落成，所以市府特别请出3位台湾甲国际彩绘大师，动手来改造旧厝，营造出海游的风的意象，互看到民众拢非常的娱乐。温暖的彩虹色系，海洋之母坐镇其中，周边还有环绕着巨鲸和骨骸，就象征着海洋的生死循环，呈现在众人眼前。这样美丽的打卡景点，不是在卫武营秘密村，而是在前镇区。由于新的渔港即将落成，市政府也想借此改变周边老旧市场的景象，因此请出3位彩绘大师联手改装彩绘旧屋，营造出希腊海洋风意象，让路过的民众看见都惊艳不已。大家看到拢足娱乐呢。有够侪人娱乐啊，甚至这个安尼变化这侪，有点像造镇的感觉，就是把大家的建筑物不会是一栋一栋的去看，是以大家有点串联在一起的方式去做呈现。那我们这次也用抽象的方式，以海洋流动的意象象征，就是这边的不论是生活环境啊，或者是
工作的意向啊，都是有点生生不息的感觉。旧屋改造初期，由于当地民众对艺术创作没有概念，因此整个团队煞费苦心说明，才能着手进行。也所幸地方店家大力的支持，让整体彩绘艺术创作得以大功告成。彩绘前，我们也召开了2次的会议，一户一户来跟民众来做沟通。那当然还是有部分民众他没有同意，可是，在我们彩绘完之后，民众却来争取，说希望可以彩绘他们家。可是很可惜，我们经费就是已经用尽了哦。对于店家的话，非常的正面，因为也改善了，然后这边对于景观非常的美，而且有艺术感，增加了艺术感。欢迎大家来前镇渔港打卡，台湾唯一看不到的美景就在前镇渔港。成功翻转前镇渔港，让渔港消费民众多了个浪漫的打卡景点。但由于经费有限，只能呈现部分在市民眼中。日后若有机会，里长也期盼整个渔港都能够重新彩绘改装，让前镇渔港蜕变成一颗真正亮眼的新明珠。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5月2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